峰峰，看我给你买什么了？这么早就睡了？小凤，要不然我帮你拿着吧。不要，自己拿着才有幸福感。小凤，那你就回去吧。晚安。晚安，早点休息。干嘛呢？蹲坑呢？你拿着什么呀？什么破东西啊！你穿这么漂亮，干嘛去了？好看吧？相亲去了，美吗？男朋友送的。你去见别的男人了？还穿这么漂亮？怎么啦？你能见皇后，我就不能相亲啊？不可理喻！啊！你也帮我拿着点啊！我脚都起泡了。啊！哇，好美的花啊！你可真土豪，买这么贵的花啊！哎呦，败家老爷们儿，够买1年白菜的了。这钱交给你。这么多钱，抢的？你才抢呢！那哪来的？我今天签了个合同，5000块钱，人家给的定金。不可能，临时演员根本就挣不了多少钱。你不会是被皇后给办了吧？我要是真给皇后办了，你是不是特别高兴啊？那我现在就去找她叉叉 OO， 你是不是特别得意？哼，我就知道你不是什么好货，发情狗，不要脸！我不会拿自己的肉体跟灵魂去取悦任何人，我是个男人，怎么会跟猪肉一样放在菜板上去卖呢？在这个古怪的世道里，你都能生存下去，我怎么还能饿死啊？我就不信了，你等着瞧吧。给，我不要你的脏钱。蠢女人，我怎么就跟你说不明白呢？这是我签的合同，
白纸黑字，上面还有我的画押。哎呦喂，你还真当演员了？哼，哪个导演这么不开眼用你了？哦，自古以来都是男人养家糊口，你不也说了吗？男人赚的钱要交给老婆管。哎，我可不是你老婆，你可要搞清楚了。皇宫里那个身体是冯昭仪的，我是冯峰，我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别毁坏我名誉啊！就算你什么也不是，我在这吃住，就当是交饭钱了。那你都有钱了，就搬出去住呗。我早就想搬出去了，你以为我喜欢住在这个破地方啊？会搬就好，会搬就好。你这个狠女人，把我卖到青楼，又害我生病，在我病还没好的时候，就赶我走。我就算不是你什么人，至少算个熟人吧。无情无义的女人。说的也是啊，要不然你在我这儿再挤几天，等你什么时候能完全养活自己了，再搬出去。那这样吧，这个钱咱俩一人一半，男人身上得有点钱。不过你以后可别买这么贵的花了，太浪费了。以后我做什么事情，我自己决定，用不着你这个蠢女人在这指手画脚的。喂，你猜我今天见着谁了？谁啊？三弟。三王爷？牛宝宝？这什么傻话啊？这不是什么傻话，是真的。他是芬妮的男朋友。不是，你见皇后就见皇后呗，你编什么三王爷四王爷的？那明天是不是太子也来了，太后也来了，你三宫六院都来了，皇宫都快被搬过来了。信不信由你。小公狗，懒得理你，睡觉去。我说的话你不信，要去，但我的心是真的。假象，早不送晚不送，偏偏这个时候送。你是送给皇后没送出去才送给我的吧？二手货我才不要呢。假象大法，越练越假。假象大法，越练越假。佳叶，你真的回来了吗？这么漂亮的花你不要，偏要那破花。那花是谁送的？赶紧准备啊！快点，快点！李欢，导演说紧张啊！我今天演皇帝。没事的，第一次都这样啊。哎，叶波来了，等一下啊。亲爱的，你怎么才来啊？怎么，想我了？妙芝，你明明是我的皇后，怎么会投入别的男人的怀抱？妙芝，你是谁？你到底是不是我的皇后？为什么一到现代，一切都变了？今天本少爷给你当助理，怎么样？什么？李欢，你现在演皇帝
啊，要和他们很多人呢对决。导演，什么是对决？对决就是打架，你呢要展现出自己英雄的气概。来，跟我。被砍无数刀不死的那种。穿好了啊！啊，拿去，穿好服装准备，一会儿就拍了。好，导演，我不拍了。哎，马上。哎呀，不会砍死你的，快点，他们也不会真砍，演戏嘛，点到而已，明白吗？赶紧。明白了。好，服装呢？给他换服装，开始拍。导演，这个破烂衣服也叫龙袍啊？当然是龙袍了，你没看见上面绣着龙吗？绣着龙就是龙袍啊？啊，这是哪个朝代的？秦朝的龙袍是黑色，待会儿汉朝的则是黄色，北魏呢则是红棕色。旋转的镜头，而且上朝跟平时穿的都不一样，春夏秋冬也各有不同啊。哎，你给老子上课，拍电视剧用那么较真吗？朕的龙袍，上面可是有1万颗冻海珍珠，丝绸局纯手工2年打造，极品绡丝，3两金线，价值2万两白银。有犯病了！好，你小子是孙猴子，找东海龙王给我弄1万颗龙珠去。你不是地球人呐！行了，你少废话，赶紧走位去。还有这个鞋，这哪是皇帝穿的？来，还有这个头发，行了，这也不是古人的。哟，叶先生，行，好，大家动作都快点，开始拍了啊！你们是什么人？好，有，就这样，继续。这个打得不错，好。喂，你来真格的！对不起，老师，你没事吧？来，别停，不要停，继续。这么好，继续打，就这样啊。来。阴僧，你敢打朕，朕现在就杀了你！呀！宁海，别打了，老师，我错了，别打了，救救我呀！阴僧，老师，我错了，杀了你！老师，真是神经病，疯子！停！停！别打了，上次的话，对不起，您别生气了。住手！听见了吗？啊！李欢，你真的疯了啊？不知道这样用剑会砍死人？啊！导演，这是什么破玩意儿？也敢称为剑？你一个替身，你还想不想干了？皇帝用的剑，是铸剑师的心血积淀，坚韧锋利，黑檀木柄鞘。剑柄呢，是用棉蜡绳缠绕，有夔龙与赤虎相交辉映，无论内在还是外在，无处不显露皇者之气概。你是来干活的，还是来考证历史的？天哪，我怎么会碰到你这么一个主？还想不想干了？不想干，立马给我滚！如果他能做到的话，我一定会给他的。但是他没有做到，那就不能怪我了。你说是不是？就是。爸，
叶波，跟我来。那位老者是谁？你是说他吗？他是叶波的父亲。那个人可不是一般人，龙行虎步，不怒自威。给点力度！哎，他是皇帝吗？皇帝？你开什么玩笑？什么皇帝？哦，也对。不过你说的也是，他是一个跨国集团的老总，所以也算是皇帝。哦，那他真是皇帝。他是哪个朝代的？圣号是什么？我说你这个人真是的，要不然别人说你是神经病呢。我看你啊，真是个奇葩。你这个畜生，不肯回家，原来躲在女人裤裆下面吃软饭。爸，我觉得芬妮她挺好。芬妮好，哼，她好得很。爸，这是我自己的事情好吗？怎么不服气啊？我又不是小孩子了，我能对自己负责，爸。吃喝玩乐，你是一把好手。你要能对自己负责，会搞出这种荒唐事情来吗？他大名叫叶佩，白手起家，做国际古玩生意，后来生意扩张，涉及房地产、药业等。叶氏集团在美国上市，在国际上也赫赫有名，所有人都对他特别敬仰，也特别畏惧。表面上看，家里面风平浪静、和和睦睦，其实这些继承人们斗的是你死我活。你说的也对，在他的王国，他跟皇帝也差不多。太正常了。叶波的父亲，你为什么不去见他？你了解他吗？他什么背景啊？不知道啊。他什么大学毕业的？父母亲干什么的？你都清楚吗？哎呀，爸，我觉得我们两个人处得好就可以了。哼，每一个人交往都要了解清楚，以免被人家利用。知道了，爸，您早点回去休息吧。啊，你长点记性啊。是，爸，你慢点啊。再见，爸。老白啊，你的咳嗽还没见好。哎呀，老毛病了。你的肺啊，都在古董里面熏坏了。哎，没法子呀。这些年古墓里的阴寒之气一直在体内，而我又无法抵抗这些阴寒之气，所以干我们这一行的人呐，这肺都有问题啊。
叶先生，这就是我说的那把剑。这把剑呢，是用折叠花纹钢打造成的剑刃。虽然已经过了1000多年了，但仍然是坚韧锋利。它的剑鞘和剑柄是用棉蜡绳缠绕的。装具呢是夔龙与赤虎的图腾的组合，真是古朴优雅。这正是当年的帝王佩戴。有没有可能，这把剑是太宗皇帝的呢？不是说没有这种可能，只是目前的学术界对太宗氏族呢还没有详尽的了解。我们呢只知道他在莲花山失踪了。这套龙袍有多少颗龙珠啊？整整有1万颗。根据我的分析啊，这些龙珠应该取自于东海。东海龙珠？对，也叫做珍珠。但从古书里的记载啊，它确实叫东海龙珠。哎，老白，这本古籍研究的如何呀？这本书的纸张啊，很奇特，像是用一种渔网来制作而成的。它既坚韧又不失柔软。你看，虽然过了1000多年了，但上面的文字呢，还是那么的清晰。这些文字看起来像汉字，却又不是。我初步确定的是南北朝的。它应该是汉族和鲜卑族的一种混合的文字，里面既有鲜卑文的，也有汉字。这些文物确定是南北朝的？没错，我是用碳14研究法去测定的，这种测定的精确度为100%。哎，老白，你看这2个字是不是李欢呢？对，是李欢。这应该是个人名吧？李欢，你到底是个什么人呢？谢谢。大哥，怎么样？拍完了吗？这东西真神奇啊！不但可以录音，还可以看到人影。哎，字怎么打上去的？哎呀，翻滚吧，牛宝宝！大哥，我跟你说，你就是一个来自星星的他，这玩意儿是个地球人都会用。喏，这妆画的啊，谁干的？导演呢？我揍他去！哎，你这样找导演的话，导演不给我发工资怎么办？哼，大哥，这你就不知道了。怎么着，这部戏也是我们家投的，爷爷我也算是出品人之一。灭他，秒秒钟。在剧组不是导演最大吗？大哥，你都这样了，一会儿啊，
我叫剧组给你加薪啊！谢谢兄弟了，改天我请你喝酒。好啊。今天啊，我得早点回去，因为我老婆过生日。哎呦，大哥呀大哥，大嫂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，让你这么牵挂？改天我一定带你见见她。好啊。哎，大哥，反正我也没什么事儿，要不我送你回去吧？走吧。刘强，我让你安排的事情怎么样了？办好了，在酒店给您准备了好好的套房，然后呢，2个人烛光晚餐，生日快乐祝福歌。好，谢谢你。客气了，这点事。